下面请王日华小朋友。大人，现在请王日华同志。下面请王日华女士给大家表演一段曲艺，叫什么？杨上树。杨上树。闲了没事我下南洋，看见树上一只羊。要问这个羊它是怎么上的树？怎么上的呀？您问。怎么上的？哒滴滴哒滴哒哒，就不告诉您。打的上去的呗。哎呦，吓一跳，回来啦！唱的真好吧？嗨，你爸这不是腿好了吗？我们俩特高兴，一高兴我们就喝2杯。哦。那个，给你们做饭去啊，帮我一块做饭啊，腿好了不许懒。等会儿，再讲一个。我来唱一现在的，现在特流行，有一个叫忐忑，您知道吗？哎，老婆，干脆咱俩也喝点吧。你看爸妈喝的多高兴啊，咱俩也喝嗨了，要不跟不上二老的节奏了啊！来，你看我干嘛？又不是我让你妈喝的。那也是你爸让我妈喝的。那没准还是你妈让我爸喝的呢。哼！干嘛呢？大半夜不睡觉的，干嘛呀？你管我呢？你还抽烟了？我最讨厌女人抽烟了。你能不能不自残了，好不好？怎么了你？有点恶心。吃坏了吧？不会吧？我早上就喝了杯牛奶，吃了片面包。你不会是怀上了吧？不会啊。你上个月来事儿是哪天？8号吧。今儿都28号了，你肯定有了。我觉得最绝的一点就是那小女孩说：“你们导师报课是我的老师请的节目里的。”你是谁给你讲的？不是手机上放的，就是在网上面是老师有人找人整个公司的人都给笑疯了。小女孩特别严肃地说：“我是在研什么正经跟你说，我精神这个任务。”
怀孕了，怀孕了，爸怀孕了，妈怀孕了，爸谁怀孕了？小米怀孕了，没孩子有。你怀孕了？怀孕了，怀孕了，刚查出来的。刚从医院回来，我们俩。快坐这儿啊！哎呀，没事，我又不是走不了路了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孩子你可千万不能大意。我跟你说，米儿，万一要是流产了，可麻烦了，以后容易造成习惯性流产。跟我妈。爸，你这什么表情？怎么着你不高兴啊？幸福从天而降，我有点懵。不，你男孩女孩啊？这才几天，现在看不出来。哎呀，这得4、5个月呢，到4、5个月的时候做 B 超才看得出来呢。这一段啊，得给我们米儿啊好好补养补养，知道吗？哎呦，坏了，冰箱里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去买菜去。来，金大哥，跟我去。不，我帮你们去拿东西吧。不用。干嘛去啊你？我拿钱。哎呀，拿什么钱？这儿有钱。哎呀。老婆，你太厉害了，真的！你现在给我们老金家立了一大功，在历史上都写下了重要的一笔，太棒了！哎，你说他俩现在挺默契的哈？他们俩，你说爸妈呀？啊，那不挺好的吗？这不和谐社会吗？和谐家庭，和谐爸妈，和谐买菜。哎，老公，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儿啊？不是怀孕了你不高兴啊？我没不高兴啊。不是，那你看你现在这个表情，你照着镜子，你这像高兴的样子，脸拉这么长的哟。谁拉那么长？我哪脸拉那么长啊？那大河马才这样呢。没事，我进屋睡一会儿。好，睡会儿。我走不动路。我来抱你啊。那你快点儿啊！哎，桑尼，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，有点事儿。好，请进。米律师，来坐，桑尼。您找我？桑尼，在我这工作挺辛苦的吧？你看你来我这儿哈，工作时间不太长，但我交给你的每件事情都完成得非常出色，我很满意，真的很满意。不愧是名牌大学出来的高材生啊！谢谢米律师的夸奖。我呀还有很多地方都不懂，以后得多向您学习学习。真好，年轻人懂得谦虚，进步的空间还很大。你看他说以后要向我多学习学习。哎呀，还不是有没有以后？什么意思啊？是这么回事儿。康华律师事务所你知道吧？全国刑事案件数1数2的大所，我在上学的时候就知道。哦，是。就他们的所那几个主要合伙人都跟我都是好朋友，有一个那个康律师，啊，就是那个拜顶长得特别丑那个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也是就是口才特别好那个，他跟我都是非常好的朋友。他最近呢让我帮他推荐一位见习律师，还非常急。那您是要推荐我吗？哎呀，你这真聪明，怎么一下就猜出来了？我呢确实想了一圈，还真没有合适人选。也就认为你是最合适的，但是呢，老实讲，你在我这工作这么出色，我真是舍不得，真的。虽然对你是个机会，从良心呢，我不舍让你走，但要从你的前途考虑呢，又觉得你该走，所以我很纠结，你知道吗？就一直非常纠结，非常纠结，所以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。我当然愿意去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听您的，您要让我去呢，我就去；您要不让我去，我就留下来。哎呀，桑尼，你真会说话呀！哎呀，这样啊，说心里话呀，我真不想让你走，但从良心上说呢，我
我觉得又不能不放你，毕竟咱们这个律师事务所比人家还有那么一点差距的。哎，虽然说是金子在哪儿都能闪光，但是呢，我建议你，我仅仅是建议啊，你可以去康华。谢谢米律师，谢谢您的栽培。你这么快就同意了呀？当然答应了，我要是不去，岂不是辜负了您的栽培？是啊，对。那我走了。啊，好，走，可以。米律师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好，说定了。我的心胸越来越博大了，我越来越佩服我自己了，我佩服自己，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嘿家伙，我今天真够有福气的啊！头一次吃上王爷后姨给做的饭。哎呀妈，你要试试同样的饭，吃个把月的就知道了。哎，吃个把月怎么了？我吃多少年我都不带烦的，真的，只要是吃现成的我就高兴。淑华呀，哎，你看我这个腿呢也都养好了，我想啊，你要走啊？你要回去？开始我是这么想的，但是后来我一想呢，我觉得这也太不讲究了，这商议好拍拍屁股就走，你做事哪有这么做的呢？你看现在小米也怀孕了，这身体呢也需要营养，你们三个呢在外面忙事业，我就想啊，我能不能把这家里的活啊全包下来？金大哥，说好了，你可不带变的啊！军中无戏言呐，这才像一家人呢。哼，我告诉你啊，您以后就是咱家的男保姆。太好了。那个妈，干嘛？你进屋，我跟你说点事。这说吧，干嘛去啊？这孩子，哎呦，有什么话就说。我觉得也是件好事。你啥意思？你懂的。我问你个问题，你要如实回答我，不许绕弯子。我什么时候跟你绕过弯子？你这孩子。老爸那边情况你也知道，他要是真的离婚的话，你们两个有没有可能再复婚？你吃什么？发烧了吧？锅绕圈子是不是开始啊？不，我说实话。你说你连你妈都不了解呀？你没听过那句老话吗？好马不吃回头草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光这辈子不可能跟他复，我下辈子都不可能跟他复，真的。我跟你说，我就见不了你爸那样。我不光见不了他那样，我还听不了他的声儿。我一拿起电话，哎，只要你爸一打电话过来，淑华，哎呦，我受不了，快说啊！不了，我真受不了，真的。那行，我爸要是不可能，就不提他了。那别人有没有可能？别人什么人啊？比如说你那个身边的、周围的。我身边周围有人吗？那个楼上吴伯伯。我揍你啊！谢。你觉着小亮他爸这人怎么样？真好，真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就一开始我贼烦他爸，我一点不骗你，我觉得哎呦，就大老粗，你知道吗？还挺横，我受不了。慢慢吧，越来越接触，我就觉得哎，他爸这人真挺好的，哎，绝对是一男子汉，老爷们儿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吧，还特别细心。原来吧，我真对东北男人我确实印象不怎么好，就通过他彻底改观了，真的，靠谱，真的。大男人，哼，真挺好。
妈，我跟你说啊，不行，我坚决不同意，你们两个想都不要想。什么不同意啊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是说你跟小亮他爸想都不要想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老妈嫁给老公公，我这关系多奇怪呀！我怎么跟亲戚朋友说呀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明儿，本来妈可没往那儿想啊，我跟他爸可什么事儿没有啊。但是你要这么说，我可不高兴了。真的，怎么了？你妈单身女性，他爸单身男性，是不是？我们想建立什么关系建立什么关系，管得着吗？婚姻自主，我有独立自由的权利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我们这叫什么呀？我们这叫亲上加亲，法律都保护我们。我觉着你要想重新再组建家庭的话，我爸是唯一的人选。你爸是唯一不可能的人选，真的，我宁愿嫁给楼上吴伯伯，我都不会跟你爸复婚。你死了这条心。妈，你能不能正经一点啊？你听我说说心里话行不行？你说。你跟我爸离婚的时候，我才6岁。你知道我当时有多害怕吗？我躲在被窝里哭了多少天，我没告诉你。我在单亲家庭里面长这么大，我容易吗？我现在我爸要离婚，你又一个人这么孤单，我觉得你们两个再重新复婚的话是顺理成章的事儿，因为咱们是有血缘关系，咱们是一家人。将来我有孩子了，我可以跟我孩子讲，这个是你姥姥，这个是你姥爷，很简单。所以小亮他爸，你根本就不用考虑，我不可能同意，我接受不了。你想想，我怎么跟我孩子说呀？啊，这是你姥爷，还是说是你爷爷？妈，你年纪大了，真的，你要是希望找个伴儿的话，我特别尊重你，我希望你快乐，我希望你幸福。假如说你在外面找一个的话，那现在外面社会很复杂的，你也知道。万一找个骗子呢？你吃了亏上了当，50、60岁你再离婚，你能受得了吗？就算你能受得了，我们做儿女的也受不了啊。我觉着我爸没什么不好的，你说他脾气不好，你受不了他，听他讲电话声音都烦，你以为他受得了你呀？就您那脾气，哎呦，您那脾气。也就我吧，也就我能受得了，真的妈。你听听我说的话，我真的是为你着想，你觉着呢？我觉着，反正我就不能考虑你爸，别的我都可以考虑考虑。来，赶紧吃一口吧。啊，我不吃了，琪琪找我有事儿，我得赶紧走。那你还在乎这一会儿啊？那你给我递个茶叶蛋吧。一个够吗？够了，这玩意儿不能吃太多。来，走了啊。你那衣服掉了。嘿，就这型儿呢，您可真行，就您这份土我受不了啊。淑华呀，吴老师，最近你穿衣服的风格有很大的变化哟。什么变化呀？天气预报说了，今天下午啊要下雨的，小心着凉。切，我穿2件呢，我着什么凉啊？您真够逗。喂，
小心见走眼。米律师，这是我们人力资源部给您选的新助理的3个候选人，您看一下哪个更合适？你们觉得他们这几位哪个合适啊？我们觉得都合适，主要看您的意思。哦。哎呦，仨女士，来，手续办得怎么样了？都办好了，您放心吧。哎呦，这么快啊！还要多谢谢您呢。哎呀，谢什么呀？我这是顺水人情的事儿，缘分，咱们有缘分。米律师，你放心吧，到那儿我一定好好干，绝对不会给你丢脸。那是应该好好干的。强家手下无弱兵嘛，从我这儿出去的人一定不能差。谢谢你的鼓励。好。那以后我请你吃饭啊，不，吃饭就免了，好好干工作。那以后常联系。哎，联系也不需要，不用联系。祝你前途无量啊！好，那再见。好，再见。拜拜，拜拜。哎，拜。米律师，米律师。好，既然你们说看我的哈，看看这个男的不要。哎呀，这个长太妖艳了。啊，就他吧，朴实，一定要朴实。啊。明白了。好，去吧。哎呀，做个完美男人太难了。丫头，喂，哎，错了啊，对，是那个宝城婚姻介绍所，对，你等一下。啊，说吧，好，再见，哎，喂，啊，找群众演员不是，我这是婚姻介绍所，打错了，老同志，你怎么来啦？那个是这样，刚才我接了一个电话，说是明天8点有一个女同志过来送9份婚姻资料，你们别忘了接待一下。哎呦，爸，你一来就接这么一大单呢？啊？看爸记的多详细啊！看你，记得跟狗爬爬似的。下回你跟爸好好学学，听见没？我记住。那爸没事，你就常过来记呗。你偷懒是吧？不是，你们2个怎么又穿着一样的衣服呢？工作服嘛。情侣衫。工作服。情侣衫。工作服。情侣衫。哎呀，管他情侣衫还是工作服呢，穿上就好。这个小薇啊，我想跟你说几句。就是你干嘛老这么挺着？真是。你觉得丫头这个人怎么样？我觉得她人特别漂亮，然后特别好。你别看她平时风风火火的，有的时候可能还疯疯癫癫的，其实她是一个心地特别善良的人。这就是老话说的嘛，
刀子嘴豆腐心，以后你们2个人在一起，不管他说的对不对，你都别往心里去，啊，男人嘛，多让着他点儿。爸，你说实话，我给你更正一下啊，就是他说什么呢，我不能不往心里去，必须得往心里去。如果我不往心里去的话，他下回说我就更狠，那说这越狠，他不就越生气吗？我就不想让他生气，所以就往心里去。啥呀？行，你不想让他生气，那最好了啊。妈，您跟他说这干嘛呀？别打岔。听爸口气，今天好像有重要的事情要讲。对，你还是听爸说啊。这个小薇呀，我通过这一段的观察，我觉得这孩子挺好的。你别看他长得5大3粗的，其实他心还是蛮细的。上次我回来，我看你在这躺着睡着了，他拿个电风扇在这给你吹，就这么举着，那多累呀！这说明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这说明他疼你，他心里头有你，这很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，丫头？什么时候给我吹来着？就那天我看你在这睡着了，然后就出挺多汗，我怕你热醒，我就拿这个吹来着，我就没同意，你瞎吹什么呀？不是，就怕你醒了嘛，让你休息好嘛。真的，我就只吹了，我是不是没干别的吧？行了，你俩也别吵了。这个房子呢，你们2个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住，跟这个左右邻居啊一定要搞好关系。这物业费按时就交，别让人家来催咱。出门的时候把这个什么煤气、水电呢，一定要都关好，注意安全。洗手间的水龙头坏了，你抽时间呢把它换一换啊。爸，你放心，过两天我一有时间我就把这几个水龙头就全换成铜的，那玩意儿勤用的。换什么铜的呀？哎，您不回来住了？啊，这你就甭管了。啊，爸，你那腿好利索了吧？好了。啊，你看，我还得谢谢你给我买的那双拐啊，那是彻底好了，那拐不用了是吗？不用了啊，那行，那你还给我呗，我就有一个人就等着用，我价钱都跟人谈完了。小薇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拐谁需要就送给他，不能管人要钱。你用过的东西，听见没有？啊，听见没？哎，我再跟你说一件天大的喜事儿。什么？小米怀孕了。怀孕了？啊，和谁呀？和我儿子。你傻呀？啊，小米呀！我当姑姑了。那我就是姑父哈。什么姑父啊？我就是爷爷了，是不是？对呀。那这样，为了庆祝这个小米怀孕，爸晚上请你们俩吃顿饭。小梅啊，想吃啥？什么是我想吃什么呀？再说请客吃饭哪能让你掏钱呢？你想吃什么你跟我说，花个1万2万的，我眼睛都不长。你有这些钱呐？不是，我就是跟爸客气客气嘛。你也知道，爸不能让咱们掏钱，对不？你看这孩子啊，这个心眼还不少。哎呀。哎，你热不？你热，来，我给你吹吹，来，快，爸，你是不是热？来，不热。哎，死我了！小姨呀，你先走吧，我一会儿就走。别忘了把他们外边大厅的灯关了，空调也关了，省点电。真没看出来呀，你还这么低碳呢。什么低？呀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告诉你啊，那个桑尼我已经辞了，你想跟我离婚门都没有。我法院有的是哥们儿，你离不成。谁说要跟你离了？哟，老米，是你心里特想跟我离吧？啊？让我再给你倒出个位置来，啊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我跟你说，这辈子你都别想离婚了你。
这是办公室啊。回家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特别高兴，你陪我看话剧去吧。话剧啊？这话剧我小时候就看过一次，《尼欧大哨兵》，再也没看过。我不喜欢话剧，大喊又拿腔拿调的，我不喜欢。这是我偶像演的喜剧的忧伤，陪我去啊。不是喜剧的忧伤，它都是喜剧还是忧伤剧啊？哎呀，先喜后忧，走。先喜后忧。回来啦？干嘛去了？这是也不打个招呼啊？我上大闺女那儿去了。出事了？没出事儿。那个，我去跟他们讲，小米怀孕了。他怎么说？可高兴了。那个小子跟那个小米还没回来啊？没回来呢。行，那我去做饭去。做完了都。做什么呀？待会儿摆上就完。不是，我不都说了吗？这以后家里的这些事情我承包了。金大哥，您可真行，我能让您真做呀？你可是一个大男人呢。我去摆去啊。大妹子你坐下，我跟你说句话。怎么了？你看吧，这小米也怀孕了，我呢也帮不上什么忙。这今后啊，你就得多受点累。多操点心了。瞧您说的，什么操心受累？我是他亲妈，她是我闺女，我能不操心受累吗？这还用着您客气？爸，哟，爸，回来啦！回来了。得嘞，赶紧摆桌子吃饭，都坐好。赶紧的，发现包吃饭了啊！快点。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老不吃啊？你这老不注意营养不行。小米啊，你现在是一个人吃的2个人的饭，不管想吃不想吃，那都要让自己多吃几口啊。另外，你心别太重了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老人都能处理好，啊。没有，我主要是没什么胃口。对，小米现在不是怀孕了吗？可能确实是这个食欲有点受影响。要不你喝点汤？要不然我出去溜达溜达，透透气儿能好一点，说不定。行，那我陪他去那个溜达。大妹子，要不你陪小米出去散散步？走，走，妈陪你散步去，走。吃完了？吃完了，没了。爸，那我出去吧。慢点，慢点。嘿，爸，一会儿那吃完饭你就别管，我来收拾。把酒拿来，陪爸喝一盅。喝酒？喝酒干嘛呀？快去。好。要白的啊。拿来呀！你这是这么高兴啊？怎么喝上酒了还？你说，现在是几个人在散步？这不小米和他妈妈刚出去。错，3个人，那搞不好还是4个人呢。那没准还是5个人、6个人呢。嗨，我以为怎么了？喝上酒了。来，对，得庆祝一下。来，庆祝一下，庆祝一下。喝啊！哎呀，吃点菜。你说，爸来北京多长时间了？快半年了吧？我在这儿都住了3个多月了。你想一想，我3进3出啊！是。我跟你说，我住进来的第2天晚上，你知道我干了件什么事儿吗？第2天，我把这所有的菜刀和剪子我都冻在这冰箱里了。啊？你知道为啥吗？怎么了？你丈母娘跟我说，她有夜游症，晚上经常会拿着棍子、拿着菜刀满屋子窜，吓得我1宿没睡呀。没事，开玩笑。哎呀，通过这一段啊，现在所有的情况
我都搞清楚了，你爸这几个月，我跟你说真没白住啊。你就说小米吧，这个孩子啊，真是个好孩子，善良，就是喜欢穿。年轻人嘛，这也不算毛病，是不是？是。我觉得小米能跟你白头到老，能过一辈子。你呢，一定要跟他好好过日子，啊。尤其他现在是非常时期，而且事关重要，这涉及到为我们老金家传宗接代。小米要是耍个小脾气啊，这个使个小性子啊，你都得让着人家，听没听见？哎呀，没事啊。另外还有就是，你这个丈母娘，其实你看着她平时吧，咋着呼呼的，觉得多厉害。其实这个人啊，心肠非常软。你看她笑起来，也挺好看的，也不像50岁的人，是不是？心肠也好。以后你要好好的孝顺人家，啊。爸，你这是要写回忆录啊，还是？你爸不是善于总结吗？我这不就是总结吗？住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要不你爸怎么能当工长呢？来，不是我，今儿什么日子呀？不是我可能是忘了，今儿是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？什么特殊的日子也不是，就是当爸的找儿子聊聊天儿啊，一个普通的父亲说点普通的话。好。哎呀，爸就是高兴。爸再喝一杯啊。怎么了，老公？发什么呆啊？你没觉着我爸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啊？什么不对劲儿？那你跟你妈出去遛弯的时候，我爸跟我喝酒了，说了好多话，从来都没说那么多过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
我怎么就觉着他跟平时不大一样呢？明儿，小亮吃早饭了，快点。哎呀，哎呀，你多吃点，现在小亮，叫你爸去，快点，哎你去把面包拿过来。你瞧你这懒样儿。切。妈，我爸没在屋里啊。哎，看看后院，他是不是在那晨练呢？喊一声。这外头也没有啊。啊？哟，什么呀？小亮，爸走了，回东北老家了。你和小米好好过日子吧，好好孝顺你的丈母娘。